主后2024年3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伟大的内涵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可福音第9章30到50节。因来到迦百农，耶稣伫厝内的时，问门徒讲：恁伫路中在议论甚物？因拢恬恬，因为伫路中，因互相在争论，甚物人上大。耶稣坐落去，叫12使徒来，对因讲：若人要做第一，着做众人的上落尾，做众人的初用。伊就牵一个细汉囡仔来，互伊徛伫因中间，甲伊抱起来，对因讲：无论甚物人，若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即款囡仔，就是接纳我。接纳我的，毋是接纳我，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约翰对耶稣讲：老师，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阮甲伊阻挡，因为伊无伫缀咱。耶稣讲：毋通甲伊阻挡，因为无人为奉我的名行神迹，随时阁讲我的歹话。无反对咱的，就是为咱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甚物人，因为恁属基督，用一杯水互恁啉，伊一定会得到报赏。耶稣讲，无论甚物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微细的一个犯罪，伊较好互人用大石帽，甲伊吊伫颔棍迄落海。你的手若互你犯罪，着斩迄角，宁可减一支手入永远窝，比双手好好落地狱，互未花的火烧较好。你的骹若互你犯罪，着斩迄角，宁可减一支骹入永远窝，比双骹好好，互人迄落地狱较好。你的目睭若互你犯罪，着乌迄角，宁可减一蕊目睭入上帝国，比2蕊目睭好好，互人迄落地狱较好。伫地狱通袂死，火袂花，因为逐个人拢着用火炼，亲像用盐生。盐真有路用，毋过盐若失去咸味，要安怎互伊阁咸？恁家己着有盐的作用，互相和好。伟大的内涵。伫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，塞尔维特因为坚持反对三位一体教义，受日内瓦议会判做异端，处以火刑。王宗尧牧师伫加尔文甲索维图斯的死刑一文有讲到1553年10月27日，火烧的青色插头对索维图斯的骹顶面烧起来，伊尖声叫，搁耶稣祈祷，火焰顺着伊的身躯顶面蔓延。对伫安尼，今仔日的台湾基督长教会，敢会当选择徛伫维护教义的立场，回避长多年加尔文和教会为着巩固自身权力，做出将人处以火刑的罪责是无？生者公效，败者贼。即句俗谚拄说明历史上朝代更迭，为着求成功互相伤害、打击异己的斗争结果。看成功者做伟大正统，失败的沦做贼寇异端，这拄好反映人性追求权力欲望的偏执甲自私。伫历史上，
基督教会也是军队耶稣的团体，有即种迹象无？耶稣佫会用啥物方式来处理咧？马可福音第9章记载，当门徒争论谁是上伟大的时，耶稣用做证人的采用，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即款囡仔，指出伟大的内涵需要用卑微的服侍做衡量。耶稣毋但无轻看门徒想要成做上伟大的期望，佮心中指导因着安怎做。耶稣会解说推翻门徒的想法，也颠覆世间人对权势甲功名利禄的成功认知。耶稣爱咱付出行动甲代价，保护受帮赞的对象。谁是需要帮赞的对象？都是接落来的经文所讲述。门徒约翰禁止的对象，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，就是先加入耶稣团体的人。耶稣所只需要帮赞的对象，拄是约翰所排斥的人，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类似的教导也反映伫下一段的经文，宁可家己损失也毋通，互任何一个微细的信徒离弃主。今日的经文对咱讲话，爱做证人的采用，爱接纳囡仔，袂当互任何微细的人离弃耶稣。为了达成同齐进入上帝国的愿望，牺牲家己好处去服侍别人是必要的。特蕾莎修女有一回伫印度坐火车的时，看见外面一丛大树骹坐一个得要死的流浪汉，伊想要去安慰迄个人，总是简单会当等甲火车到站的时，才阁赶翻头去迄丛大树的所在。特蕾莎捌伫演讲中讲，一粒纯洁的心，真容易看到基督伫妖恶的人中间，伫赤身裸体的人中间，伫无家可归的人中间，伫寂寞的人中间。咱必须伫疼的中间成长，为着安尼，咱必须不停去疼、去施予，直到着伤。诚做卑微去服侍微细的人，这就互人看见伟大。默想，我对伟大的认知是甚物？我上需要争取的伟大阁是甚物？我对伟大的认知是甚物？我上需要争取的伟大阁是甚物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圣神，愿你引带我看见最微细需要接待的人，阁使我行动的力量去亲近去疼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